者大家平安。小阿士班今年已经是第25个年度，在这段无算短的时间，阮的事工一直拢真顺利，来伫咧进行。这拢是感谢兄弟姊妹恁的支持、关心、带导。上较重要的是上帝伊愿意来提牵阮，所以阮所有的同工拢有一个体会，哪侍奉哪甘甜。当然，上帝对我嘛有真济的磨练，以及真济的试炼。借着今日这个机会，阮有注意同工，要来甲咱做分享。上帝伫伊身上所藏的磨练，以及一个的试炼。伫圣经甲咱讲，恁既若着磨，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圣经阁甲咱讲，因为既若求的，就得着；找就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门。这两段圣经对咱这位同工讲有真大影响，所以伫咧分享进前，咱先来听两首的诗歌。主，我要遇见你。主，听到我祈祷吗？我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这关怀主日，会当伫遮来甲大家分享上帝互我的恩典。我叫做孙长青吼，你嘛使叫我 Evergreen。是来讲吼，以前吼，我定听着讲癌症，听讲这癌症，唔来互破灭过，互死亡。我迄阵听到这种传说的时阵，我心内嘛足惊啦，嘛希望讲大家，嘛希望讲袂遇到这种物件，但是感谢上帝，伫2001年吼，民国18年时阵，我竟然接受到这个物件。以前我对这物件是足陌生，一直到我接受这物件以后，我慢慢认识，慢慢明白。因为吼，伫2011年吼，民国18年时阵，我被发现得到这个咱鼻仔甲喉管吼，这个鼻咽癌。进前哦，我伫喉管这所在，突然间发现就讲，我将来精进有一个状况，但是吼，我并无参与，因为我想讲这也无重要，所以我就继续做我的工作，也是讲伫西罗亚继续学习。但是尾阮西罗亚的团员，人因有诶，足细心的，竟然
伫我边仔吼，嘛问着讲我这怎来精进？伊甲我问讲，敢会疼？我讲袂哪会疼，无感觉。啊，迄阵吼，因就建议我去做检查。所以但是我拖到2-3个月才去检查，因为我其实我这样就足惊死啊！因为我足惊注射，搁开刀治疗，开刀啊，种的治疗。但是拖到尾我嘛是去检查，所以到我6月份，我就先去诊所，一个诊所检查。检查我就是讲伊讲我这物件我这有怪怪物件，所以就叫我去大间的病院检查。所以尾我就去马偕医院做检查，就检查出这个我车边仔天仔甲有这个鼻咽癌，竟然是第3期。我听到时我足惊啦，想讲哇，我最近嘛去做这种代志这种物件，我要安去面对。而且伫我检查的时阵，医生佫甲我讲伊讲我爱做化疗甲电疗，伫化疗电疗的时阵因为我本来人上帝创造我足水的喙齿嘛，但是医生甲我讲因为我喙齿歹去，所以为着莫影响到这个治疗品质因为惊讲我若无挽掉，会影响其他种喙的器官会坏死嘛，所以就叫我挽掉喙齿。所以伫我进前，就是我治疗以前，我就甲伫咧马偕医院因就帮我挽喙齿。你知影无？迄挽喙齿其实因手术麻醉针啊，但是我嘛感觉足艰苦的。其实是虽然讲袂讲偌疼，但是也是很难熬啊，会足大煎熬。我搁再讲，我医生搁甲我讲当我治疗以后，我有副作用，就是影会失去听力。所以我这等下再讲就是讲当我面对着这种病痛时阵，其实我的心内非常艰苦，因为我伫6月底到12月多，我总带病进出医院总共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中间就受做化疗甲电疗伫这治疗当中当然足痛苦的，就是讲会吐啦，迄阵我严重到讲吐几落工无法度食物件，甚至呢，我伫咧倒的时阵会感觉我哪会敢若喉咙敢若有火咧烧咧，敢若家己伫个烈火内底安尼，足痛苦的。所以我倒嘛毋是，徛嘛毋是，伫这中间我甲上帝讲主啊，我毋知要安怎我是足惊死的人啦所以我毋知要安怎去面对这种的艰难，这种问题。我嘛足惊治疗，其实化疗甲电疗治疗本身是袂讲无感觉，但是之后的副作用是相当恐怖。伫这中间就是讲，虽然讲有厝的人甲我照顾，但是我心内嘛非常孤单，嘛非常的寂寞。但是感谢上帝其实阮的慈爱团员搁阮咱的教会，真侪兄弟姊妹来帮我带导关心甚至因嘛帮我。甚至为我奉献这侪咱诚是足感谢上帝。伫这中间我来讲我的喙齿，我才有这个喙齿嘛这是真的当我挽掉喙齿的时阵，其实我是足艰苦的。为什么？上帝创造我喙齿这么自然，部物件这么好势，竟然我喙齿较强挽掉，挽掉，你知影无？做食也足贵的呢。我是要安怎？阮兜也无讲偌有钱也毋是讲什么郭台铭，也毋是讲黄永庆，所以讲我毋知要安怎去，毋知要安怎筹钱啦。但是感谢上帝其实阮许多的弟兄姐妹，伊嘛甲我安慰讲其实免偌大烦恼啦因为这个上帝为你陪伴，就是讲所以我嘛足感谢上帝，多谢恁为我来奉献这个。喙齿感谢咱多谢弟兄姐妹奉献这个喙齿的，其实这喙齿足贵的，这十几万块14万足贵的，所以感谢上帝，我会好珍惜啦。过来就是我这个耳仔，头拄我讲着讲这个耳仔医生甲我讲这个治疗以后嘛副作用，有啥物副作用我讲您听，就是伊甲我讲会失去听力，真正呢，连我
等我治疗以后吼，我耳仔真正就是讲，我当然会听到恁的声音，但是吼，我无得听到恁讲什么话啦。所以吼，其实我毋是讲怀疑讲人讲我会歹话，只是讲我是讲，哇，安尼我甲人的沟通煞无法度，而且吼，伫唱歌的时阵吼，因为感谢上帝，因为等我治疗以后，我差不多12月多，12月16号出院，出院以后我就来接着我吼来继续学习。但是这中间哦，因为我耳仔失去听力，所以我唱歌吼，人边的人会听到讲，你若因为飙高还是飙低吼，我毋知啦。我是我错者，我啥物会关去咯？哇，这种样真惨，这是嘛种障碍。感谢上帝吼，伫9月，因为医生是讲我耳仔有积水，这是副作用，这是治疗的现象啦。所以所以伫去年的9月多我就去做一个清迄个积水甲清掉，清掉以后，当然这副作用慢慢改善啦。嘛感谢上帝，伫今年有人叫我去装迄个助听器啦，我想讲无全面啦，但是感谢上帝吼，多谢恁的这个奉献感谢上帝，因为这助听器嘛是很贵的，所以嘛是爱几落，嘛也好几万，但是我拢会好好珍惜吼。其实上帝若讲透过医生护士来治疗我的这个疾病。伊嘛透过伊的话来治疗我心内忧伤甲孤单吼，甲这个忧伤甲寂寞。因为我来大家分享有几段上帝的话吼，我相信大家拢足熟的啦，拢可能我相信拢比较熟。伫罗马书1章吼，伊讲我用国语来读啦吼，伊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却不至于羞愧。还有一句话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另外一句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吼。另外一段话，这是对我的这个治疗以后的作用非常的大吼。伊讲伫罗马书8章28节，然后我想大家拢这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我真正我要多谢足侪人对我的关心甲探访，特别我要感谢几位啦，我嘛多谢袂完吼。我要多谢咱的陈牧师师母，咱陈美仙干事，咱的徐主任，因去边嘛探访，大家探访还有汪志宏传道啦吼，一定咱伊入去遮吼，汪志宏传道，就侪人其实无论是恁的。关心甲态度，会当互我有受到足大的安慰甲鼓励。感谢主吼，我的性命是上帝甲我捡来，所以伫我的人生当中吼，上帝伊牵我的手来度过，不管是出事到今啊，甚至伊嘛牵我度过癌症的病痛的时阵，伊嘛互我来继续。其实今日就是讲上帝互我活咧，毋是讲我外教吼。其实癌症种物件嘛是会翘去啦，吼，讲实在，但是不管是生还是死，我拢要感谢上帝。因为今日上帝互我活咧遮，是因为上帝继续要教我这种卑微的人留伫遮来继续甲大家做学习，来服侍上帝，会当来继续来甲上帝恩典分享互较侪人来知影。我嘛，其实阮因为伫我出院以后，当然我有逐个月回诊吼，医生拢甲我讲，我的迄个物件拢无去啊，感谢上帝。伊讲我的病症都不见了，感谢上帝，所以会当互我继续来遮来是落继续来学习服侍上帝。阮会哪属奉哪甘知，所以这是我对今日的分享见证多谢恁感谢上帝。听完长青的分享吼，咱搁较清楚，有主牵阮的手，阮就永远无忧愁。而且麻烦亲身体会到，侍奉主，什么就无欠缺，而且是哪久会哪甘知。
Yeah.
亲爱的姐，大家平安。这是我要用真短时间分享我的心境。现在我的内心有两种的感受，就是荣耀甲感恩。今年是咱教会设教100周年的庆祝，我想这对咱教会是一件极其荣耀无比的事。当然，这个荣耀是上帝予咱教会的冠冕甲恩典。望朋友联谊会西罗亚诗班今年也拢上25年。我想咱若甲分做长份来分，也占有伫咱教会历史也有1/4。我想这分量也真重，所以我甲我的同工也拢用真欢喜，甲感觉讲非常有福气，会当分享到咱教会这份的荣耀。第二，我要感谢主，也愿意采用西罗亚达到25年，这实在讲我想袂到。总是我知这25年是主感动咱兄弟姊妹出钱出力来推行这个亡人的事工。我只有恳求主纪念咱兄弟姊妹的疼。我唔知影讲西罗亚，唔知影还有第二个25年无，我唔知影。总是伫现在还阁会当服侍时，我最后要用到一段圣经，甲阮的同工来做勉励，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这安尼讲：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我想这段圣经主是伫教示咱有健康的时，咱会当做工的时，主若要采用咱就应该谦卑来互主所用。若是无这，我想到真正，当咱肉体衰弱，拢袂当做什么时，才讲主啊，我要你用的时，我感觉讲安尼是有较慢。所以最后，阮就要来用这首，我要尽一生服侍主。我想照着这首诗歌，咱共同做伙勉励，毋望咱拢会当服侍主的时，咱就愿意来互伊所用。多谢兄弟姊妹这25年来的帮赞甲带导。我
真是使人感动的服饰。愿一切荣光拢归予荣耀的上帝。咱搁一遍用一个掌声加鼓励。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帖记4章第10节到17节，现代中文译本第600页，台语汉语本第535页。以斯帖记第4章第10节，以斯帖国派哈达吉将伊的话带予末底改讲，无分男女，无论是谁，无受王吊命就入来王宫的，一定着爱处死。这是法律，全国无论是王的顾问，也是特省的百姓拢知影。只有一个例外，如果王若迄个无受吊命入来的人伸出金拐啊，迄人就免死。总是王已经有一个月无吊见我啦。末底改接到以斯帖的消息，就托人甲伊安尼警告：你毋通幻想，掠做你伫王宫内，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较安全。你伫这个时阵毋讲话，犹太人自然会伫别个所在得到救赎。迄个时，你甲你的家族的确要灭亡。你着爱知，你受安排做王后，就是为着这个时机。以斯帖托人转告末底改，你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着我禁食祈祷，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照安尼做。了后，我就要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总是我还要去。我若安尼做，难免会死，我也甘愿。对伫安尼，末底改离开了后，就照着以斯帖要求伊的话去办。今日杨传道要互咱的信息是积分加责任。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互我今日有机会伫这和咱做伙来分享。伫我印象中，这是我第2届有机会伫第3场的礼拜和大家分享。毋过今日可能是咱最后一届看到我像安尼伫这和咱分享。当我咧准备今日要讲什么款的信息的时，我是照咱教会的读经进度咧准备读经的进度，拄我看到以斯帖记的这段经文。我深深知影，这是上帝也通过这段经文咧，甲我提醒，当要领受一个新的职分，领受一个新的责任的时，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愿这段经文也真做咱的帮助甲提醒，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予阮，真做阮生命的帮助。主，阮也要恳求你，予阮除了听道以外，阮会晓将阮所听到、阮所认捌的道理，伫阮的生活、伫阮的生命内底来行出来，予阮真做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会当真做人的祝福甲帮助。主，阮将阮下面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恳求你甲阮相爱同在。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因时间的关系，我今日无要照我的课来讲我要用真简单来分享我的课。若较完整的课，咱后礼拜咱会刊出来咱会当来看。以斯帖记的故事记载，我想咱拢非常的熟，我就无搁对头来讲。到这个时阵，咱今日所看的经文的是犹太人整个民族拄到一个真大的危机、真大的挑战，需要去面对的事。咱知哈曼有一个计划，要来诛灭所有的犹太人，也已经得到王的允准，甚至因已经
什么时阵要来执行？开始所有犹太人已经抽签来决定，这个代志若无得到改变，若无得到转换，那呢咱通知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就是受毁灭。假使这件代志若真正是照哈曼的计划来完成，那呢咱通想象可能就无今日的圣经，因为整个犹太人若受毁灭、受遭灭，那呢后壁的发展就真完全无同款。咱今日来看末底改和以斯帖，因面对因的民族有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因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咱通看到末底改，伊知影整个的情形的时，伊就赶紧将这个情形讲予以斯帖知，望以斯帖会当去找这个国王来讲，互国王的心意会当改变，唔通执行这个错误的政策。咱看第一个时间，以斯帖的回应啥款？以斯帖敢愿意去见王？咱就要读个经文。以斯帖当然伊无直接讲无爱，总是咱对伊回答内底，咱会当看到，伊讲若无王来吊面，无王来吊见，任何人是袂当家己去，若去会有性命危险。以斯帖的回答是讲，我袂当去，我去会性命危险，请你想另外的办法。末底改听这个回答了后，非常的生气，甲以斯帖讲。你唔通袂记定，你望这是你是王爷，你就会当免拄到这个困难。你若是无愿意做一撮代志来改变王的心意，那呢当这个命令在执行的时，你唔通袂记得，你嘛是犹太人，你嘛爱拄到这款的灾厄。末底改咧提醒以斯帖，上帝互你今日的这个职分，互你今日这个身份。就是为着今日咱整个民族拄到真大的困难、真大的挑战，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来拯救整个民族。以斯帖听了后，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咱若看后壁第16节的所在，以斯帖伊讲安怎？伊大先是无愿意入去，伊最后讲死就互伊死，这是一个真大信仰的决心。以斯帖伊了解上帝伫身躯顶的旨意，伫身躯顶的责任了后，伊真愿意挖靠伊的信心，踏出这一步。我想这是咱要通过这段经文做伙来学习。咱的信仰千万唔通单单停伫咱的头壳内底，停伫咱知影这位上帝那点。信仰若无实际行动，那呢影响力真有限。伫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5节，这所在主要说，甲伊的学生讲，恁着诚做世间的光，诚做世间的盐。这个盐则敢光，就是咧讲影响力。耶稣甲伊学生讲，恁着出去，诚做这个世间有影响力的人，通过恁的影响力，通互这个世间这个祝福，通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我想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今日所领受一个真重要的使命。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福分，竞选咱成做伊的囝儿，绝对毋是要简单互咱家己个人来领受伊的祝福那点。我相信上帝通过互咱这款的职分，要爱咱去完成真重要的使命，也就是主耶稣伊伫马太福音的最后所讲一个真重要的大使命。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应守。我想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囝儿袂当失落去的一个大使命。我今日非常的感动，看到西罗亚诗班因的服侍。我伫新的年度，我有机会和西罗亚做伙配合，和因做伙来服侍。每一届和因做伙服侍时，拢有得到真大的感动。我想咱的感动毋那是因对因的歌声来，我想咱的感动是咱会当深深感受到，因真正是用生命在服侍上帝。因的生命内底虽然有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挑战，总是犹原用喜乐的心，用愿意的心来服侍上帝。我想这是咱通学习。虽然西罗亚是
爱盲人才会当参加啦吼。但是我想，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是西罗亚的一个成员。西罗亚这3字就是受上帝差遣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囝儿，拢应该是互上帝所差遣的。咱来去这个社会，去这个国家内面，发挥咱的影响力，来见证咱的信仰。那呢，咱的信仰才会当成做一个我的信仰，成做一个最人的祝福。愿上帝通过今日这段经文，提醒咱每一位，唔通袂记得上帝伫咱身躯顶有真重要的使命。咱若无去完成，咱的反应若是亲像以斯帖第一时间的反应，我无愿意，我干那要顾我家己。那呢，我想咱会失去上帝真大的祝福，咱也辜负上帝伫咱身躯顶这个真重要的使命甲责任。我想咱若是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虽然这过程内面有真大的挑战、真大的困难，但是上帝恩典、上帝祝福是超过咱所想的。愿咱每一位拢会当做伙来传福音，带人认识上帝，互咱通成做人祝福的源头，也互咱的教会通成做一个愿意传福音、愿意引带更较侪人来认识上帝教会，通将一切荣光归互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上帝，阮感谢你，你常常将你的话放伫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主总是侪时阵，阮也要向你来忏悔，因为阮常常听真济，总是阮行出来确实真少。所以要恳求你来赏赐阮有对你遐来勇气，对你遐来智慧，通将阮所认捌、阮所领受的福气，也会通含侪人来分享，用阮生命的见证，用阮信仰的行动来影响这个国家，影响这个社会，互阮这个岛屿、阮的乡土。通成做一块有听有公义、你所欢喜的国度，专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头前所要行的道路，包括阮生命的服侍，拢交在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帮助阮，也引带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